重感情嘅人好多時都喺度做緊冇對沖嘅情感投資。你可能覺得呢啲係真心，但係由風險角度睇，其實同裸奔冇咩分別。好多人唔明點解自己越付出越蝕底，明明已經做到足100分，點解段關係都會散？問題唔係你付出得唔夠，而係你從來冇設過風險上限。你將所有籌碼全部壓晒喺單一資產上面，呢一種玩法喺金融市場叫做系統性風險。一旦對方有咩事，你就跟住一齊玩完。投資界有條鐵律叫做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度，但係好多人喺感情裏面偏偏就係咁做。你將你嘅情緒價值、時間成本、自我認同全部綁死喺一個人身上，你以為咁樣叫專一，但係其實係將自己嘅人生變成咗一個冇對沖嘅高風險投資組合。點解咁危險？因為單一資產壓住，實會承受系統性崩盤。對方走咗，你唔單止失去一段關係，你失去嘅仲有你嘅情緒支撐、社交網絡，甚至係自我價值感。你會發現，原來你已經冇咗獨立生存嘅能力，呢個先至係最大嘅風險。有人會話，咁即係叫我唔好真心付出？唔係，係叫你真心付出嘅同時，識得保留對沖機制。對沖唔係叫你一腳踏兩船，而係叫你唔好將所有情緒出口、所有人生意義全部寄託喺一個人身上。你要有自己嘅朋友圈，你要有自己嘅事業重心，你要有自己嘅精神支柱，呢啲先係你嘅情感對沖工具。付出可以俾滿分，但係風險上限一定要設。你可以愛一個人愛到10分，但係你唔可以將你嘅人生100%咁依附喺佢身上，因為一旦對方出事，你就會發現你根本冇能力接住自己。呢個唔係叫你冷漠，而係叫你清醒。好多人覺得設止損線就係唔夠愛，但其實啱啱相反，真正嘅愛係建立喺你有能力保護自己嘅前提之下。你唔係因為驚受傷而設限，而係因為你明白，只有當你自己企得穩，你先有能力去愛人，而唔係將對方變成你嘅救生圈。真正嘅成熟係敢愛，但唔俾任何人成為你嘅系統風險。你可以全情投入，但係你唔會將自己嘅人生完全綁死喺一個人身上。你知道，無論對方走定留，你都依然係一個完整嘅人，呢個先係最高級嘅情感智慧。所以，如果你而家仲將所有籌碼壓住喺單一關係上面，係時候重新審視你嘅風險結構。唔係叫你撤資，而係叫你做好對沖。記住，你可以愛得好深，但係你唔可以將自己嘅人生交俾任何一個人去全權管理。真心可以俾晒，但係風險上限一定要有底線。